观众朋友，大家食饱未？老师平安。回家平安。老师，你有介意做囡仔无？我会去做囡仔时拢无烦无恼吼，惊一人烦恼尔，读册读无好去互是人讲。嘿对，我记我拢定定做，望着我考零分，就是前影我讲，昨昏我问迄教会诶囡仔吼，问讲，你感觉做囡仔有啥物好？伊讲会当分担，毋免迄落，毋免洗碗，毋免做工课吼，啊，著有钱通开安尼。细汉囡仔伊拢知影诶吼。伊虽然安尼10岁尔5岁、10岁、8岁吼，伊嘛知影讲伊做囡仔做好诶，无烦恼安尼。观众朋友，你感觉你有介意做囡仔嘛？还是你感觉会做大人较好？以前细汉诶时，我拢会记诶吼，阮同学拢讲吼，较紧大汉，较紧大汉。会当安那，会当毋免当厝人对无吼？叫大汉了拢感觉做好诶，做囡仔做好，会当逐工伫厝里安尼。即阵要转去厝里都做困难诶。所以今仔日有人来啊，明辉平安，美秋平安，好。所以咱今仔日要来讲一个保罗诶人生吼，但是。一个种影响咱所讲外邦，若是以色列人以外的一个种传福音互咱的一个人。是，因为迄个顶礼拜咱有讲到，两个人吼，彼得甲什物人？一个腓力。腓力，因摕去甲外邦人传福音，所以这是第三个，嘛是上济吼，伊行诶所在上济。是，伊为亚洲行到用迄个欧洲。真正诶，真正。行落去迄种行拢较济船。对，因为吼，上帝想要甲每一个囡仔拢找转来吼，咱拢是伊诶囡仔啦吼，伊要去超找伊诶囡仔吼，转来伊诶厝吼。咱来看吼，即个上帝所拣选诶吼，将福音传到外邦地区诶一个使徒吼，因为伊诶服侍有3届诶旅行报道吼，因为伊即个关系吼，互亚细亚地区是亚洲人亚细亚即地区吼，福音化。后来即福音传到去欧洲吼，了后欧洲嘛成做一个福音化诶一个所在。而且通过欧洲的福音吼，福音传到全世界，吼咱今仔日吼，咱才有机会成做一个基督徒。是，所以是为欧洲迄边传去，来去传到遮，传到即边吼。毋是哦，是为亚洲吼，因为伊当时的以色列即阿甘地吼，伊是亚洲吼，亚洲。系啊，所以伊后来到欧洲，人问讲，为啥物无爱直接来中国吼？所以咱来看，这就是欧洲吼，即阵足济足济迄个教堂吼，足济教堂诶吼，即阵伫遐吼，就是迄阵保罗伊行过足济所在诶吼，拢建立教会。好。咱来看即个保罗伊的来历啦吼，就是讲保罗伊的背景吼。伫圣经出现保罗的即个人的时阵吼，咱伫先看伊是一个少年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伊是代表一个优越感的一个阶级吼，伊本身伊是有一个地位的人，也代表伊遵守严格的旧约的法律吼。有时咱圣经常常讲吼，圣经常常骂一种人叫法利赛人吼，就是讲因都遵守迄个旧约，或者是咧讲迄个旧约一寡像摩西律法，因都严格去遵守，但遵守到过头伊吼，遵守到过头。是就是啥物袂当食，啥物袂当食对吧？吼。袂当食嘿。做表面的工课啦吼，做表面的工课。对，来讲礼拜袂使做代志吼。我有听讲人因礼拜是因的电梯拢袂当试，连试电梯拢袂使，所以礼拜你若去遐吼，你会看因的电梯逐楼拢试好啊吼，帮你试好，所以你毋免试安尼吼。
伊逐楼吼拢会停啦，啊，你要坐伊到，如果位1楼到10楼吼，敢有迄个你家要去10楼无法度，伊就位2楼停一摆，3楼停一摆，4楼停一摆，然后停到10楼吼。嘿，都好笑诶吼。咱倒来看吼，保罗伊是出世伫一个标准犹太宗教诶家庭，吼，出世伫第8日就受割礼，吼，对细汉就接受真好诶宗教教育。咱来看伊吼，保罗伊家己安尼讲吼，我出世伫基利家诶大扫吼，基利家就是亚洲一个所在，基利家诶大扫吼，生长伫一个城吼，是歹势，生长伫一个城做加玛列诶学生，照咱祖宗诶律法诶严格来受教示吼，为着上帝来热心。点知影即个咱讲遮一个加玛列即个人吼，点知即啥物人？毋知影呢。吼，即个加玛列吼，咱圣经内面要讲一个加玛列啦吼，即个人加玛列即个人吼，当时伫即个因亚伯时代内面，因是犹太教内面一个，咱讲是一个态度，就是讲伊学问非常好，啊，伊所讲诶代志啦吼，足侪人就接受，所以只要是伊出来讲啥物代志，大家拢会去接受伊诶讲法。啊，是听做伊学生出来讲话、出来演讲时，大家拢会真听伊要讲啥物。足权威的对啊。因为伊第非常有知识，啊，伊嘛体贴当时迄阵诶人。你知影吼，迄阵伫即个犹太地嗰阵，女性吼无啥物尊严。但是加玛列即个学派吼，因非常尊重女性诶观念。伊当时来讲，这是非常无简单诶一个用术啊吼。是。咱来看吼，第3伊是罗马公民。来，你知影吼，要做一个公民，有啥物条件？应该爱伫遐出世，啊无就是爸母是遐诶人，还是？吼，迄个吼，迄个伫当时即个罗马帝国时有一个足歹诶习惯啦吼，就是伊诶公民咱用钱去买。安尼啊，但是保罗毋是哦，保罗伊是因为因爸爸嘛，伊诶爸爸是伊爸爸是一个迄个罗马人，啊，因妈倒边，因我只是听讲我看诶啦吼，因迄个爸爸是犹太人，啊，妈妈是种迄个希利尼人，希利尼人，啊，所以讲比如讲吼，啊，所以伊出世就是一个罗马公民。你知影吼？伫耶稣时代有一个人吼，伊诶罗马公是买啥物人？恁知影？毋知。希律王。哈？希律王哦，伊是用迄个历史记载吼，希律王伊即个罗马公民诶身份吼，是用钱买来诶。一个王拢是去买。啊，所以吼，保罗吼，伊出世就是罗马公民，伊用钱买哦吼。买本来就是吼。好诶吼，伊诶身份足好诶，伊身份非常好。我离使，佮足纯诶吼。能用足纯诶。来，咱来想为什么上帝要竞选保罗？我为一寡迄个文献去找着啦吼，保罗伊有3种诶，甲人无共款诶身份吼。伫用种族上就是讲吼，像我诶种族就是台湾人嘛吼，啊，像用迄个保罗伊诶种族上伊就是犹太人，吼，伊非常伊个熟悉，非常识吼犹太即个法，上帝用伊来帮助犹太人，吼，犹太律法主义诶人吼，比如讲我无信啥物，但是我是一个都遵守某种法律诶人。啊，用上帝用伊来帮助即种人，因为伊本身非常熟悉即个犹太诶律法，吼。就安尼用旧约来了解耶稣诶犹太人，比如讲吼，大家一直犹太人拢知影讲我是旧约安那，但是我毋知影新约代志。但是
保罗是对旧约非常非常的了解，用安尼来帮助即个犹太人。是，嗯，来看吼，伊文化上伊是希利尼人，但我讲伊是希利尼人嘛吼，伊出世了带入一个迄个学术风气非常旺的即成个代数。因为伊伫遐受教育，所以伊会当用希腊文来做伊的种讲话，甲人对谈的一个工具。伊本身会当用种物件来演讲，来写文章。上帝使用伊会当用当时上通行的一个语言叫希腊文来写真侪的批示。你圣经的新约内面有几卷？有几卷书？27。27吼。27卷的即个新约的即个书卷内面有13个部分，就是13，伊就像讲迄个13种的种伊所写，像讲迄个像加太书啦，像腓立比书啦，种是写的。所以书内面有占一半是伊的著作，是伊的著作。咱来看头我讲着伊是罗马公民嘛，所以迄阵耶稣时代人因要迁徙一个所在有足侪无方便，但是伊罗马公民伊要去倒搭会当去倒搭，伊无受到限制。所以伊伫罗马帝国所管辖的所有所在去传福音。比如讲伊伫马其顿的时阵马其顿一个城市叫做菲律宾，伊伫遐向掠向关于家内面，最后伊讲我是罗马公民。安尼是变要互罗马政知影讲伫罗马帝国内面的教会内面有一个人，伊是罗马公民。你安尼来政治上的声伊得当安尼来保护教会，嘛互伊当逐世界传福音无有阻碍所在。是。比如讲即马伫世界上上爱什么新闻？美国人吗？美国人的新闻嘛因为伊是美国公民，伊若想伫世界逐个所在拢受到真好的照顾。伊咧去倒人拢非常尊重伊，伊是一个美国公民毋免签证安尼，但是会足侪国家会当足侪优惠啦所以就是伊身份方便。所以上帝用伊即个三个身份成做伊咧传到外邦的一个网站。你毋知影保罗伊未成做使徒时，伊是个什么人？伊什么人就是歹人吗？世界找基督徒欺负的人在当时犹太人就是耶稣时代迄阵的人拢认为是歹人。但是有嘛足侪人认为是好人犹太教的人拢认为是好人。信耶稣基督的人，信耶稣基督成做救主的人，即派的人拢歹人。当时伊向上帝的光照着，迄个光就是耶稣的光嘛伊讲你为啥撇害我？伊也突然请起来讲你是啥物人？伊讲伊的声就讲我是你所逼迫迄个耶稣。中间又经过真侪的坎坷，就无看见。上帝安排一个人叫阿拿尼亚来帮助伊，互伊一段时间内面会当甲所有的兄弟姊妹，就是信耶稣基督这个人，成做一个真好的联系。了后，伊决心变怎样？决心要拯救吗？拯救基督徒吗？要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所有的人，所以咱今仔有即个机会，成做一个基督徒，敢是？是，所以其实上帝拣选伊因为伊有足好的身份足好的背景对吧？
会当四界走吼，毋免互管，而且伊若遇着啥物问题，当讲我是罗马公民，吼。所以伊的即个身份，而且伊个拄细汉的个学足济会当讲吼，会当讲个会当写吼，所以这是真无简单的吼，培养一个。当时一个非常有名的即个老师的下这学生，所以伊学着的物件是非常非常的好。伊所讲话，就有人会静静去听伊这样到底要讲啥物件，对我有啥帮助无？还是讲伊要宣布啥物代志？因为伊老师嘛是做有名的哦，所以人无简单吼。咱再来看吼，保罗一世人的服侍啦吼，伊受邀做外邦人的使徒吼，伊一生内面有3届去传福音吼，伊为即个耶路撒冷行过地中海，行到离迄个伊第二浸的所在吼，早就是像迄个罗马帝国所在。伊尾后你知伊安怎死的？伊安怎死哦？伊领顺道吼，伊是领顺道吼，伊到尾吼，叫罗马皇帝吼斩头啊！哎呦，但是伊叫罗马皇帝斩头进前，伊有愿意罗马皇帝的面前来诉说讲，伊为虾米今仔会叫灭亡斩头？因为伊要将耶稣基督福音传到全世界人，但是犹太人无接纳伊，所以伊会将安尼来到即个罗马皇帝的面头前，讲上帝福音，耶稣基督是要接做全世界人的一个救主，所以保罗伊服侍有伊的心志，为虾米伊叫耶稣基督召着了后，了伊反悔，成做一个基督徒了后，伊会去一世人愿意奉献的一生吼，就是伊耶稣会讲召着伊了，伊知影即个使命是伊一世人耶稣基督吼，呼召伊是因为真正就互伊有所准备，所以伊愿意用伊的生命来服侍上帝。来吼，伊认为讲伊早伊逼迫基督徒，但尾后伊成做耶稣的使徒了，伊知影讲这是永远一个价值。人虽然死去了后，但是人未后有一个愿望，这个愿望就是要甲耶稣基督离个身体身地三合作这是伊心内确信的一个永远的价值。对第一点伊完全无惊吓，完全无惊，因为啥？因为耶稣基督甲伊伫地。虽然伊有3届的女人报道，经过真济的风险，经过真济人的无陷害，但是伊知影伊未来一定要到一个所在，就是要到罗马皇帝面头前。伊嘛知影，伊到罗马皇帝面头前，伊要讲啥物，伊免烦恼，因为耶稣基督甲伊伫地，圣神甲伊伫地时，伊知伊要讲啥代志。是，真正吼，无简单吼，为啥物？逼迫，就是为伤害基督徒，一直到最后吼，去找人世界讲吼，来信耶稣，来转来上帝。伊讲伊真正叫名叫扫罗嘛，伊伫扫罗时阵安那逼迫基督徒，但是伊正到保罗时阵，伊安怎来讲？伊真正所逼迫迄个主。正做是为虾米？所以会过程。对，无简单吼。拄交一个观众朋友讲，希望较紧大汉的。咱讲做囡仔有啥物好处对无吼？做囡仔有啥物好诶吼？伊讲会当啥物脱离爸母诶控制。真正诶吼。伊得到以后吼，大汉要用钱诶时，就感觉做囡仔做好诶。啥物钱都爸爸我出哦。系啊，所以其实做上帝囡仔吼，做好诶吼。所以保罗用伊诶性命来甲每一个人讲即个消息吼。所以观众朋友你会感觉你可能有遇到基督徒一直甲你讲上帝听你，上帝安那吼，有当时可能你会感觉敢有可能吼。但是真正吼，就是
咱真正就是伊诶囡仔，所以囡仔会转去厝里上好，毋免烦恼，吼，安尼好。今仔日真欢喜，老师甲咱解说即个保罗即个人吼，我嘛是足佩服伊诶人生吼，会当去遐尼济所在吼，而且迄阵坐船啥物交通拢无方便吼，伊若要行路就爱行几啊工，可能几啊个月才会当到后一个所在了。但是因爱坐船吼，爱坐船，坐船都拄着风险吼。真正诶吼，拢无惊，而且拢继续吼，伊诶一生无停落来过吼，甚至要到死诶时，佮继续讲安尼。而即个过程吼，我感觉讲，真正是一个见证吼。伊经过有离家顺顺拄着风险，上帝将即个风险成做一个祝福，互迄个人所会人为主。对，真正。做侪奇妙诶代志吼，嘛做欢迎观众朋友，你若还袂认捌上帝诶人，你会当继续来找附近诶教会来认捌上帝吼。有人我有朋友讲做上帝囡仔上幸福，真正会免烦恼哦，是真正会免烦恼吼，会当来体会看觅啊。咱嘛做欢喜吼，今仔已经99集啊，这是啥物？我感觉遐尼久吼，嘛。时间过啊足紧诶吼，我一个年就过啊吼，真正诶吼，这不止一档两档啊吼，这个2档吼，所以后礼拜是咱诶100集特别节目，大家咱甲你诶朋友讲吼，一定要来听，因为咱做精彩吼，咱邀请到4个人，吼4个人伊来讲因生命诶故事吼，真趣味吼，那么欢迎，你若有你诶故事愿意甲咱分享诶，会当来报名吼。好，多谢观众朋友，今日嘛足侪人伫线上捧场诶吼，捧场吼，多谢恁诶捧场啊，多谢咱袂记讲咱伫对吼，泰国，咱伫泰国诶，台湾诶台南。做伙甲咱分享用台语来讲福音讲圣经吼。好，安尼后礼拜同一个时间，礼拜一下暗台湾8点10分，泰国7点10分，空中再会，多谢老师。